奇怪呢，接上班唔上班，你个你做嘛个东西啊？哎呦，来搞个皮克敏啦！谁唔做你乜个皮克敏啊？哎呦，讲叫边按唔免乜乜解呢？看唔识啊！来就参加人古伟听听，思想唔做。关啦，人家古伟冇打倒。你啊，我的皮友，皮友，教一同主的教的，事情也唔做。拜托，按到这来也唔就回啊。这同高分呢，我古伟冇打倒啦。咁要乜嘅學教？唔看啊，唔看啊。係啊，咁要翻來翻去嘅同事要乜學教咯？係啊。我一同學教係同講哦，同到嘅後生人啊，就係比較啦遊戲，咁要記你做去行論點嘛。我今日搶掠到這來吼，來插貨店打嘴鼓，所以想講幾條方面都流行種阿陣咧教我皮克敏有冇？行路以前教乜嘅？寶可夢。有。上網哈，還有大怪嗰條，講一下，你家後生人有乜嘅東西，你吃到，哎呦，很神奇，還講很奇怪，有啲教乜嘅，像啲教乜嘅。哎呦，嚟，馬來貴這先來啊！要見面哦，今日突然就朋友嚟。哎呀，我講我個孫女啦，係啊，要跳一格嘅，係乜嘅？很多，我都乜嘅，我都唔記得咯。所以講起我都唔記得咯。看啊，買個閃動格子啦。係啊。閃動格子，你點看就看出啲。我記得啲，家家要講嘛，要 set 嘛。係，個衝人個跳係嘛？叫我變色。哦，變色。係我變色，而家做唔得ทับ到紅色咧哦，ทับ到紅色咧就扣火。跟要教喎。種啲咧。啊，結果唔攞人家會痛添咧。係。唔吐人哋去教。下擺阿正我講，下擺喺度編。cái set 邊係慢掉嘅，居然這出咗嘅，又尾後做了，見邊兩位阿妹子啊，現在滿純妹子哦，有吃到啲哈後生人啲食東西啊，搞嘛東西，吃到當神奇。對呀，小孩子話我滿講，佢教佢嘛解咯，叫我攏講咩唔知啊。哦，你看成人哋食東西嘅時間，譬如講手搖飲、薔茶、綠茶嘛哈，係啊，個真奶、珍珠奶茶，嗰啲最冇聽過就是。我害怕會品嘗嘅。唔關啦，我純梅子啊，唔聽錯冇品嘗詳細哦。你也冇按簡單是要奶蓋嘅哦，要加料嘅嘅錯嘛。新梅子有試過嘛？有嘛？新梅子。我啲說咧，我較無去要去注意啊。因為我本身咧學服裝啊、服裝嘅，所以我那吹落杯，我最注重嘅後生人嘅做法，有時就插煙啊、插頭啊。看到底哪一隻嘅標準？有的人前提差唔多曬26度，也有露背裝，也有長嘅，也有短嘅。所以當個小男合嘅頂頭，係兩個聲音做嘅法咯。他有一句話講：只要我有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只要我有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來，朱婷姐。係啊，像我買就我買嘅條乜嘅人哋娃娃啦，係啊。乜嘅 BTS 哦，愛啊！哎呦，今日講你做了 BTS 呢？佢次每天哦，佢俾我買嘛三眼怪啊。哦，但以下嘅人講三眼怪啊，就變到嘅啲，哦，佢面長。水木我講水木做唔得，安尼變啊，嗬，安尼水木當地嚟講，你要笑啊！佢講安尼讓水嘅得。哎呦，安全感。係啦，一個要男定嚟水啊。真件嗬。係啊。哎喲，下擺人主講，媽媽咩係酸，我愛一種，愛人男女，做得冇？做誒，乜嘅面啊？你細細時間嘅媽媽冇男講你。唔講係因為他單唱小一本 BTS。哎，也考慮是哈。係咁啊，你姐姐錯冇 ？BTS 老娘媽媽先嘅。老媽媽先，BTS 哎，BTS 係一種泰國嘅捷運，開玩笑啦，嚟摸一下水琪姐姐嗬，竟然人家知道新年一屆新年一順，有乜解人看唔識一個，哎呦，很奇怪，後生人哋看乜解？同朋友啦嗬，講隻孫女話，一張票7、8千元嘅間呢，演唱會啊！係個演唱會啊！我講哇，講呀7、8千元看乜嘅特登係咩唔掂？你就有安尼情形啦嗬！啊，故說講以前老人家那有講伊7、8千元用要攀登咯。哎呦，我講你後生有講法當奇怪，當喪屍，用完喪屍，一句話講咗2喪屍、3喪屍就講睇咧。係啊。
啊。你阿珍吼，看佢有乜嘅話講出來？哎呀，我靠天堂嘅食咯。愛天堂嘅食啦。好，今日就小可同人分享啊。小可。那條朋友咧有一個進根，祝福大家蓬蓬生快啊！你去慶祝嘅時節講好啊，吼結賬哎個沙蒙上都食到一半，有你終於啊，哎真勁哦，這感我付了。你講呀，有何嗎？唉，其實我也上年本身身體有一些嘅社恐，我唔好意思講乜嘅啊。唉，出門就讀到安尼嘅事情，我看好我係將手嘅啲物卡地杯做個活網仔就好咧。看到好笑嘅咧，我就寫留有看；啊，看到我嘅偶像啊，我就講勇子。阿嫂，你向上年安尼，哦嗎？中山鼓勵。然後乜嘢事情都正常顧慮，先俾你情緒假，先俾你請假，沒有請假。嚟，唔真定堂唔神。嚟堂嘅時咧，有合嗎？有合冇？合理，錯冇？你要確定這個意思是你心裡。你講藝老兒有合冇？聽冇啊？安尼啊，我較簡單啲位啊，吼，拆開來本大家學習一下，對冇？來，我出題哦，大家要談詳細哦。好，第一題，兩隻字，生快，懂爽，生爽嘅一種，生爽嘅一種啊。好，公布答案就係生日快樂。好得體哦。他們也順應咁講，阿婆生快啊，我講什麼意？我一個18二嚟啊，生快。聽一題。剛剛有講到，看到偶像，我們叫勇子。水琪姐，你知道係乜個意思？用眼直指。啊，恭喜！用眼直指啊，嘿，用眼直指徐哲偉。用眼直指跳架。再過來，第四題3隻字哦，叫做留有看。留有看。留有看。係啊。留給朋友去那個看見吧。哎呦，說文解詩。有啊，噔。歡迎姐來。我要上重要，就留本朋友看。哦，留本朋友看，叫通咗留本朋友看。都大要真確冇？坤，起碼係。哦，有強咧，留本朋友看呐。還有啊，第5題2隻字都簡單，一都應該大家接看到啦。我靠聽呢。社恐。哎呦，社會很恐怖啊！的確，社會很恐怖，而且社會很險惡。邢妹姐，你做衣服的裁縫師，社會很恐怖。好有用哦！都在上面有啲電影嘅，睇下有團呀。來，都在有真口嘛？你可以下。啊，都社交恐懼。養生啦。養生我真係當養啊，看到按當你我就掂。唔錯。再過來第6題要較難一些咧。來咯。我做個阿宋好不見得會題哦，他懂詩一些了。來哦。唔去炒玻璃菜嘅桌。哎呦，你去做高麗菜那桌，聽錯就會玻璃菜。乜該意思咧？哎呦，來問一下陳妹姐，是很多高官的地方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有可能哦。有公司。好，高在上。高在上哦，歡迎姐咯。做高麗菜嘅桌哦。高麗菜。笑唔出來。笑唔出。跟水琪姐咧。還沒笑不出來東西。我跟你們一題，有人攏係講啊，實在嘅錯。我說哦，這種是快脆。好，祝婷姐咧。歡喜啦，開心的吧。哎呦，開心的。等一下，啊，該是其他嘅菜就冇歡喜。一種作品應該是屬於比較有安尼，較有動力嘅嘛。較有動力。你請問什麼嘅菜冇動力？是麻菜啊。看是感無歡喜嘅，沒有嘗到高麗的感覺，就是說懂歡喜啊，很高興的那個。高麗，高麗很貴，你去韓國那一次。難怪佢生意嚟好 BTS。有，剛剛講啦。都係嘛，我睇麥嘅。其實咧，就係講啊，嗬，較前嘅幾種族，就講一上面較聰明啊。一係出自嗬，一脆蛋紅啊，嗬，永遠就講啊。
给沟里吹是泡泡给时间，给乱啊，假是直接冰下去，佢会散体的，给你带下就冰给玻璃吹嘅入面，好就冰到蛋糕，安尼咧，给乱就唔会散体，害怕就讲，哎呦。你有没有按紧到生活智慧王呢？嘿啊，鼓手就可以是衍生出来，就很多懂精、懂聪明。马龙讲春美这你汤姆森，几开心呢？宝贝呢？春美这有去是泡泡糕嘛？有哈，跟你啲嘅乱会散体嘛？哎，好，啊，给玻璃吹冰到蛋糕乱就唔会散体。对错啊，了解咧，了解哈。好，嘅見本咧，唔但請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你好上癮啊，嗬，講嘅話，最主要嗬，喺嚟討論一下好上癮搞嘅東西。哦，神嚟講乜東西？哎呦，神嚟講嗬，這是一種。做唔得大天吧？係啊，就像個名片共用嘅卡牌。哦，你卡牌，我聽過哦，有條卡牌真係當貴，哎呦，貴到10，我有上100萬的哦。真係看一下哦，你看大家表情，卡片有乜㗎？我等下笨蛋都卡片配的。你想講嗰種卡片係台積電係嘛？有條名片啦，名片。有啲人咪講，我今日要開卡包，我今日開卡，哦去卡包店行一下，阿整有希望。我有哦，唔過嗬，大家冇去誤會，我唔係去銀行，不是去銀行開卡，沒有，我係去個西門町的遊戲店、玩具店。一本阿姊看一下吼，看個樣片，看啲卡吼，都帶係狂劍一狂鹽嘅，好冇？你拍樣片冇？有，看一下樣片，看。所以現在目前這個段，這一張的話是8到9萬，8、9萬哦，8萬到9萬哦。你總得買1包，咩總得買6包，你說買幾多包？3包1000的。就來到西門町嘅玩具店，我來看一下到底乜嘅係卡牌咧。因為我一下按到好上癮按好高，越搞越強，越搞越上嘅技術高咧。你落去看了，耶！一下應徵身邊嘅亞一 V 就是我們玩具店的店長。店長你好，你好，傑西卡你好，你好你好。哎，可不可以請傑西卡先幫我們介紹一下哈，到底什麼是卡牌？我手上這一包一包的就是了嗎？對，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球員卡包，當然它有分很多種，例如說籃球、棒球，然後也是有那種卡通七龍珠啊，就跟寶可夢啊等等的這個所謂在抽的這個卡包。那我們所謂在抽的話，就是抽它裡面是有各種樣式的，還有它的花色、花紋等等的都會不太一樣。有沒有打開來的樣子啊？打開來的樣子這邊這種，就一張照片。對，一張卡片，當然裡面是有好幾張。那我們在抽的就是所謂的限量的卡片，例如說它這個是閃卡啊，有一些是有閃卡是什麼？閃卡就是這個亮亮的哦，閃卡會發光的啦。對對對。請問一下，那個目前線上來說比較有收藏價值的錢，高高低低，同 Andy 分享一下它的價碼大概。一包的話，我們是價位可能在200-300塊一包。大概來會有幾種呢？要看它裡面，它例如說這一包就是3張，它這邊都會寫，然後這裡面一包是14張。哦，要給看後穿的，這有14張。對，然後這個的話就是8張，要看各種種類。對對對，種類是不太一樣。古時候睇下款吼，就會有按呢一包一包嘅，啊沒有按呢櫃盒嘅，那就會看你去搞愛現車愛買哪一種啦。那每一張其實都不太一樣，就會看你拆開來，然後抽到什麼。哎，那既然就講到價值的話，我就很好奇。這家是按用版款的，這個是有認證過的卡片，還這邊是9，它獲得是9分，滿分是10分，就代表它這整張卡是真的。哦，所以這個我又多了一個保證，代表它然後你認證之後，它的價值又上升。具有認證高哦，韓國具有9分按勾哦。請問傑西卡這張多少錢？幾千塊吧，5-6千塊。按你細包2、3百你聽聽，按哥有可能拆開來就會變到6000那女啊哦！我現在突然覺得吼，有買亞給有可能就會有錢人哦。哎，你落去請坤娜吼，有沒有這種隱藏富豪嘞？落去坤娜，
还在读书吗？对，还在读书。同学你好，这是你刚刚买的是吗？对，这我刚买的。哇，顾总，你平常使黑属性，亚该算是这个是球员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篮球员的卡。啊，跟你接触这个所谓的卡牌，大概有多久时间？大概前几个月才开始的。那你到现在大概数量有多少？大概几百张。啊，除亚有吗？给后告给？就是有时候上课很有压力，然后就是玩这个就可以很舒压。觉得玩这个有没有让你哪一次抽到觉得很快乐的时候？抽到3卡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编号，非常开心。然后就先发一句，先发现动，所以我就打开喽。你最疗愈的事情，来看看。我有看到一闪亮晶晶哎！像这个就是3卡，就是比较有价值。轩轩你好，你是不是有在玩卡牌？有，这个是游戏王卡，它是一种对战的卡牌游戏。哦，给你建议它好吗？哪一张是你觉得你最厉害、性傻逼？这一张吧，这张应该是我觉得最好看，但它不是最有价值的卡。啊，大概多少钱一张？这个应该300-400块而已。我很好奇，是你们除了可以跟朋友互动啊，当然很开心啊。你收集这些卡牌还有什么乐趣吗？有点像在抽奖的感觉吧，就是买的时候会有那种放手一搏的感觉，就是可能花点小钱有机会翻身啦。最近就是我同学的哥哥有一张卡卖了10万块。我期待你变成有钱人的那一天。好，你睇又係知道，乜嘅很多卡包、卡牌咧，给晒好了，你就有了本重逼体验款啊，嗰種手臂很療愈，放手一搏嘅感覺，拖大家買嘅了。哎呦，什麼阿珍呐？我們當初去咧，唔講大家看樣片地擺度，有一隻細妹人嘛，傑西卡，當中你剃頭點地擺度有一隻當槍嘅細妹喺度。有，佢見講嘅就抽起來走條南無，做得獎嘅，培養傑西卡。來啊，培養傑西卡 ，Hello， 太假好。哎呦，見講你有帶個卡牌來啊？係啊，你會講英文，不是客家人。不是啊，那你會講客家話嗎？不會。簡單好不好？教你。好。太假好。太假好。我係 Jessica。我係 Jessica。哦，香港，我看到你。是。你有帶卡牌來？你有帶卡牌來對不對？有。哇，我好想搶。哦，你帶來。這種的是整盒的。鬼哈貝就鬼哈貝加太假寬度，這個是球員卡嗎？還是？這是最新的，是 F1 賽車。賽車也有哇。對，跟我講一樣，順有啲看棒球哎。沒錯。看一下，這邊有帶給大家看一些比較限量一點的卡片。它限量哎。對，它這個叫閃卡嗎？哦，要懂規，像哪聲音？哈。哦，好。哦，這個列中愛 Jeremy Lin， 好吃，林書豪，對，他現在退休了，台灣之光，對，台灣之光，他家屯坤啊，亞一種台灣之光林書豪幾多錢？睇下，都跟種差唔多，都大概做唔定，去青菜，做唔定，你這個幾多錢？3000，這邊書豪3000，4800， 4800，3500， 3000。朱婷姐覺得林書豪大概差唔多幾多錢？大概有1萬吧。1萬，林書豪，當有名。好，公布一下，列總要幾多錢？這一張的話大概是5到6千元左右。哦，5、6千元呢。其實真正最貴的是我手上這張。我手上介紹一下這張好不好？誰給他2張？小心，我幫你拿這個。謝謝。來，這張的話是大谷翔平，現在最有名的日本球員。最有名哎。對，問一下原價大概是多少？幾百塊。普通的卡片就是大概是200-300的，200-300塊哦。但這一張是限量的，再加上它是有中文字哦，有中文詩，還有限量哎，所以現在目前這個這一張的話是8到9萬，8-9萬哦，8萬到9萬哦。不過見朋友，你愛本太細個，體驗一下。買坤啊？姐姐先把這收好。好緊張。要放保險櫃嗎？對，先收起來，先收起來。你點狀就帶東西了。好，對。大家喺講上來試看啊，後生人有搞啲東西，以後搞哦，某一天你買轉去，有可能你就變大富翁了。馬上上來買。
有吗？哎呦，助听姐瑞琪姐也想买。好，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。便宜的买。来，今天的运气怎么样？就看用抽卡，用抽卡是吗？马上店长的那个就送来。一下抽卡。对，来，这一包要多少钱？这一包的话要付钱啊，400，有多少钱？几多钱？他们多少钱？多少钱？400块，你有带钱吗？不要看呐。我带钱是我带钱就下来拿，我先瞄，马上生意上门，马上生意就上来。哎呦，来交钱了。有，助听姐姐，你有1000块，你就得买1包，每周得买6包，你说买几多包？3包1000的嘞。要帮你买包，你抽嘛？给出量啥了？你要钱，等一下算本给啦。我们大家算钱1000 K，我们可以再买一个新梅姐，你喜欢买吗？喜欢买。来买一包，这个出好。哦，来啊！要400 K，你等下拿钱本给，你有带钱吗？有带钱。有来啊！你带多少钱？我有1000 K。1000 K 哦！你看这些姐姐多有钱。我想讲买记得送红包。刚刚2000 K，哎，你要不要一起赞助？没3倍1钱了。好啦，我通3倍买好了。好了，刚刚2000块可以买几个？店长，他全包，他刚刚说他要全包。我就送给大家。怎么那么好？来，注意啊！你就嘟好。我姐姐，你按了1000 K 唔拉哦。哎，还有给1000 K，还有存啊！真，嘟好，皆大欢喜的。呀，掌声鼓励。哎，对，你要不出来哪型的？哎，从上面的当杯的部分是泡面哦。这个三角时间没有煮面，直接撕开就可以了。对，很厉害，好，这里，哎，哦，插口来哈，好，像点上来解释一下，店长来解释一下。有存到钱吗？这样一般看到的普通的卡就是银边吗？对，这一款的卡就是银色的边框，是我们叫普卡。普卡哦。对，那这一张的话就是特殊的，是红白蓝的卡片这样。哦，我差一点说这是敬老卡，不是。敬老卡。好，哎，10号哦，扣能又赚钱哦。看一下，祝婷姐。哎呦，他的呢？这一张的话，这3张的话就是普通的哦，这3张。你看3张还普通的。那这个就是哇，他抽到限量的耶！哦，众生过滤限量啊，真的。这边有数字，限量275张。哇！所以这张有可能会增值。对，全世界只有275张，你获得了261号这张。哇，261太高，冇问题。很真的哎，你好赚哦，运气好。你的运气很好，运气很好，今天可以去买乐透。走得哈，谢谢店长呢。10号哦，有可能传家宝哦，店长生意当好，也要转去顾店的，他回去顾店的，哎，卡牌哈，我这边也可以啦。我哪一天这边让你来？可以。走得。好，董协10号哦，董协10号，总店长，这边，店长谢谢了，谢谢，张海亮，拜拜。哦，哇，哎呦。3号上到金房啊，庆幸运嘅就是我们的祝婷姐。不是讲哦，其實你有想過冇？家啲處理東西嘅時間，流行其實冇少食，像我這邊有儲糖嘅啊，有嘛？儲牌嘅咁樣啊，譬如講，你以前食餅嘅，有嘛？食餅嘅嘅當杯嘅木頭那個木棒，再來一支，有沒有？有，嘅汽水啊。再来一罐，对，再来一罐。系哦，唔过啊，吼，撒下来，你有要做啱我一件事情。哎呦，撒下来，你要吃甲种7格，变成啱我一3年。哎呦，用蛮讲嚟撒下来出来看，有当到后3年，当头年呗，你按当年流行嘅很多 cosplay 啦。哎呦，我同講，我唱古影這類講一多。哎呦 ，cosplay 啊。兩年太前有條白要昂過呀嘅市民頂帽，肯定咯。買東西點解落咗廿倍？哎呦，跟請我要做到按你來昂嘅嘛？唔是頭一擺，一下7格高就做得嚟。可以啊，記得咧。3號
上到金光夜啊，庆幸运嘅就是我们的祝真婷姐。劲啊！古说讲哦，其實有想過冇，家啲處理東西嘅時間，流行其實冇消失，像我嗰邊有廚堂嘅啊，有嘛，廚牌嘅供樣啊，譬如講，你以前食餅嘅，有冇食餅嘅嘅當杯嘅木頭那個木棒，再來一支，再來一支，有沒有？有。嘅汽水啊。再來一罐，對，再來一罐。係哦，唔過啊，吼，沙下來，你有要做另外一件事情。哎呦，沙下來，你要吃甲種切格，變成另外一層。哎呦，用蠻講嚟沙來出嚟看，有當到後生人，當調業嘅，你按當年流行嘅，按到 cosplay 啦。哎呦，我同講，我唱古影這來講一道。哎呦 cosplay 啊，cosplay 啦。所以滿意當然啦，係啦，越來越好奇哦。來看一下，係乜啥？古然姐係乜啥？還有嘅春梅枝。哎呀，而呢樣實喺邊樣辦係當好奇呢？嚟看一下。看到了。對哦。耶！呀，就係你嘅太挑戰。哎呦，我知道講吼，一根本就唔係嘛嘅挑戰。你功力好猛，佢做到安尼安定一下。嘅根本嘅啊，就係認真嚟挑戰哦，係有唱到兩位阿姊哦，同埋 Q 下來。奇怪，我都記得我還蠻耐呢。來，櫻桃小丸子。櫻桃小丸子。係哦。跟你係乜人啊？凡爾賽玫瑰。跟你就鑑定啊，係乜人啊？唔知咧，我馬家就唔記得咧。啊哦，乃係芙莉蓮啦。芙莉蓮，係啊。來，啊唔講做到按兩個做乜嘅事情啊？劉傑。劉傑，啊唔過我哋唔知吼，我用把油呢，我要唱到一位欣賞哦。啲中文啊，啲咧做一個 cosplay 嘅，有聽過冇？有。叫下來分享 potato 欣賞。大家好，我叫 potato。哇，欣賞，你幫我們介紹一下，今天應該不叫 potato 哈，今天你這一身裝扮。很多嘛給名叫什麼名字？是碧藍航線的小柴具。可以強摸一下，你看得出來他這一身到底是人還是動物？不是，他是一個人，他只是戴了像貓耳的髮箍。啊，喵尾啦，像喵尾，給我可是是人哦。老師，那我們今天穿成這樣，我們要做什麼呢？他們剛剛說哦有節，對啊，就去逛街。我很喜歡逛街，走。走吧，請問一下兩位太子，你就頭髮有紅過一個西門頂冇？看得哦。買東西點解來到呢下會？哎呦，跟請問有做到按你來紅街冇？唔是頭禮拜。幹嘛？老師，你平常都要穿這樣子來逛街嗎？哦，平常不會穿這麼華麗啦，平常就是穿簡單一點的私服，這樣。私服。就是這樣，就我們會配合就是角色的性格，還有他的穿着，去衍生一些比較日常一點的衣服，或者是就直接選比較日常一點的角色。啊！我們除了逛街之外，其實我們也會就是像這種景點啊，我們也會來自拍一下。我們要不要現在就來拍一下？可以啊，我有帶手機呢。來，大家來欣賞哈。我剛剛按你接胸啊，我覺得好累哦。逛街不是應該要買點心嗎？是點心嗎？是涼嘅啦，佢是涼嘅啦，啲都是涼嘅。跳成有一架動山哦。來，好嘞哦。哎，hello。等下，請拿到哈。有。好 ，OK， 跟住去。好，跟住來點。等下我問一下，你呢個時候有點過跟手搖飲嗎？係的，我冇，專門用天巴係咩？嘿哦，哇，那你們挑戰自己去點手搖飲哦。好啊，加油！好。長輩怎麼可能會點這種？點什麼珍珠奶茶？說不健康，不健康，一點都會被他們罵。初體驗啦，初體驗，2次初體驗。我很好奇他們的甜度冰塊怎麼點呢？我唔識點嘅，唔識買嘅。我會向我妹買，你咪限制買。很好奇他們的甜度冰塊怎麼點呢？
等一下会不会来全糖全冰？哦，哎，任务完成 ，OK。OK， 冇想到啊，有影做会收到阿婆边来买个手摇饮呢！哇，好深嘛！哎呦，还蛮深的哦。可是你们竟然没有说我不健康。妈，爱吃吃货。哎呀，来，好吃货。哎，我见我一种听片呢，还不如唠叨讲唔用啥做到暗的出来油鸡啊，我做讲有些港鸡，不过完全冇呢。我油唔做盘就，哎呀，有你有做盘啊？啊，你穿上去你不会害羞哦？我做排泄嘿。肉嘞，面皮臀嘞，我都冇查嘞，给阿静哦。哎，还有这位生意看那个凡尔赛玫瑰的是个卡通啊，哎，想想今天我终于实现了。哎，给你分享一下，你刚刚的游记给这种感觉你有办的？我觉得很开心哎。怎么说很开心？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？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啊！哎呦，一直拍照啊！我也怪你的，还被风龙我鬼去耶！不是很开心？主要拍你。没有，我在拍你们俩。在拍你啦，你比较漂亮，你比较漂亮。你的眼珠怎么这样蓝色啊？隐形眼镜啊，买的，戴上去很特别。这么冷的天气，你穿这样子会不会太冷啊？不会啊，那个习惯了，我们都会什么夏天穿那种皮衣啊，什么长袖紧身衣那种热的要死，然后冬天穿什么泳装，然后出去外面拍照，冷的要死，这样很保暖了。哎，那我很好奇 ，Potato 老师，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 cosplay 是什么时候啊？在国中就要升国中的时候，那个学姐就说啊，学姐有在玩啊，就冲进去。哇，哎，今日先问一下阿婆。今日孙女的啊，吼，国中的时候开始教育咩样吼，做会接书冇？他开始可能他当开始冇法度冇。哎呀，他去甲教过就做得嘞。可以啊，觉得嘞。所以那边说今朝阿婆一起。那你还有哪一些打扮是印象比较深刻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作品集，我们给阿婆看一下？卡片可以送给你，这样子。哇，就是有，这是都是要买的。对，没有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他拍的，自己拍的。对，我让他这一张，这张好像漫画的。对啊，这张我有上过那个，我们有一个日本来台湾可以免费找那种很有名的摄影师拍照，然后就是赚到了。拍了之后就是哦，我就发现在官网上看到我们，他是真的红到国外去呢。哎呦，泡泡树呢？好棒，好棒。哎，跟你用啥？基本上会体验一个 cosplay 啊，吼，做就变后生哦。那就要后生人懂好做的事情。我就变摄影了呀。樱桃小丸子，变公主啊！变公主。那Potato请啥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跟这个资深级玩家一起来？这也是我的初体验，从来没有一次来西门町是有看到这么多人潮，就是哇。跟他们就是走在一起，就发现 ，Oh my god， 我好像跟2个大明星走在一起，好多人都要合照。那这个小卡片，我们要谢谢Potato，好，收起来，谢谢。哇，什梦想微太良神啦！哎，蓝马珍，你刚请叫我福利脸。福利社。还福利脸呢？哎，来看按大班永远变另外一张人，他冇强样，还有我刚看到阿妹姐，其实真紧变另外一张人，我讲贵人姐就算了，佢家小丸子当枪机，你家变一张人呢？凡尔赛玫瑰哇，这个伞凡尔赛经典玫瑰呢，整条洗稳的全部就会夹我卡嘅。讲一下今日就按班人的心情。做摄影的时候看个卡通影片啊，哇，就那个去到个宫廷的生活，都穿的按奖，嘿，按奖啊哈，那参加晚会也是个动奖啊。系啊，即我爱翕个相片，来帮爱摸一款叫做爱雅兰。結果媽媽原來咋叫阿爺又看住原來咋，係乃咋個，乃咋原來解，我講哦，我做緊宮廷福雞嚟解啊，講個哦，所以假設都係古位妹來，係太妹會同我講，媽媽要個真要做布面，真bien哈，我講因為我身邊呢有當到嗰種妹啲嘅教，佢自家就聽嘅妹嘅教。
哦，还有一个做衫服，一个想要做乜嘅cosplay 嘅角色，那之後入面一種親子嘅活動啊，做到有機會，你出請所有阿姊、老妹嚟攏去學做衫，做得啊！凡爾賽玫瑰、凡爾賽向日葵、凡爾賽金針花，嗱，再我問一下我誒，上海問水琪姐姐，哎呀，嚟知道你係正經愛扮角色嘅番，一定有一個嘅想法。哦，竟然上海拍乜嘅角色咧？迄個我設計嘅話吼，係我會有陽傘，係我陽傘。哦，唔怕。我拍下個世界流行，你就都拿出來用，係會社恐。安尼係嘛？社恐，加好嘅詞啊，社恐。哎，反正嘿呐，反正不管用，反正不管用版型啦，你有設計師啲了。啊，做燈咧。自摸也抽啊，哈。係啊。你嗱做講吼，你後生研究嘅東西，沒有什麼要兩味太子。真嘅。願意來去學幾下，願意來去體驗一下，無根本就唔知道。哎呦，做樣有乜嘅特對行啲地方奇奇怪怪。哎，不管扮乜嘅角色，氣氛一家最重要。還有哦，因為啊，佢就拍一條角色，我當知道個，原來頭髮嘅凡爾賽玫瑰按錯名，真嘅按嚟，佢就咩知道個哦，原來你亞下同學空嘅福利咧，冇按嚟啦，你本來700-8千元吼，喊辦係辦嘅徐哲偉啦，原來天數大功多。哎，香港奇怪哦，喺當到是呢東西要搞呢，吼，唔該人家講問題。本來700-8千元。不過啥好的流行？哎呦，哎，我吃到姐姐們又要滿頭問號了。啊，為什麼？一件事情唔懂吃眼當然都會做。我講，我細細時節哈，我要搞講，食東西要細細上。哦，好，以食就口，不是以口就食。還有食東西哦，最做唔得白開啦。唔過你係後生人食東西，動態上。係啊。你用板態上啲冇？哎，你來看一下樣片。來看一下。有嘛？有看到嘛？哎呦！我講我製作當食東西按太上阿婆做，下世上對不對？冇禮貌。我自己也會看吃播的影片，幫助自己睡覺。哦，有留你哎，可是我就不行哎，阿珍也不行，她看吃播我們就想要更吃更多。送山菇，放在下水道有汤头吗？忍者龟要來了。有嘛？有看到嘛？哎呦！我講我製作當食東西按太上阿婆做。下世上對不對？冇禮貌。哎，我記得葉太上是葉厲害哦。真件。哎，先問一下。你頭髮係出相嗰邊嘛？真件啊，我講嗰邊嘛。我講有一個你那個日本的文化，唔食日嘅拉麵，那冇出上對冇禮貌。冇重要嘅想法冇重要。係哦。你亞下嚟有種文化就很多。ASMR，來睇下向下講一道。ASMR。見冇嘢啊？嗬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佢想來插播點賣掉嘅客家嘅東西，哎呦，就想去來撲一個 ASMR。你有冇攞嚟講下？來嘛，來嘛。哎呦，Hello。先從呢個來分享一下，槍手。來，哎，你係客家人嗎？不是客家人，好，共用類藝插播點愛先講客家話，先教你說客家話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羅姨姨，羅姨姨。哎，掌聲鼓勵。講好，哎，啱啱嘅客家話堂嘢很好聽哎，先同大家解釋一下呢隻行業，還有呢後生人實行嘅這個 ASMR，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現在流行 ASMR，那 ASMR 又是什麼 ？ASMR 就是透過感官刺激，讓大腦達到放鬆。哦。
对，就是可能透过眼睛啊或耳朵听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甚至会起鸡皮疙瘩。哦，对，然后有那种减压助眠的效果。哇，这是经过研究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自己也会看吃播的影片，帮助自己睡觉。哦，有留你哎，可是我就不行哎，阿珍也不行，她看吃播我们就想要更吃更多。好，今日唐讲几爱来买东西啊？哎，唔错，我有准备好势的啦。哎，不过我航海希望吼，做得本人力嘅太极拳下来吃困难哦。韩生时啊吼，这东西做唔得发出声音，基本嘅吼，听错会发出声，可能就做得到嘛。哦，啊，基本呀一太重啊就出去买嘞。哎呦，因为你嘅糍粑哎，嘿，糍粑就是我们客家的麻糬哈。嘿，菜脯卵。菜脯蛋，好，还有那个半条的面趴早的啊面趴蛋，给马萨神了，神啊看一下，还有点评点钟哦，点评点钟马萨食了 SMRY 当好食你。哎呀，真蛮会。是半条好吗？好。哎，你要想哦，你要赏识出来，哎，本太家有疗愈的感觉，欣赏啲疗愈哦，专家啲疗愈哈。好来，我这都有声音哦。是看的。有声音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较太上调诶，啊，你一点点唔拉疗愈。抓啦，你也冇好抓啦。这个以后哦，这个以后，太感冒出声，是看太后，看我还太上。是看疗愈的，是看。你看有看样片吗？给讲法按谁上，谁上。好。好，做得，因为我家按验，我有谈到考的啥，我要向专家来讲一下，请专家来说一下，刚刚这样子的吃播啊，有没有合格，或者说在吃板条，你知道板条，你知道板条它是糯米嘛，可是它刚刚有配上那个烤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吃到豆芽菜，对，来提点一下。就是通常这样子有搭配豆芽菜的话，会有那种咀嚼的声音，所以我觉得他做的蛮标准的。中长骨力，蛮标准对不对？蛮标准。哎呦，唔讲好，我讲专家安尼讲，加太家啲看样片的时间，安尼意义系咪当厉害？唔过其他些东西可能它容易有声，比较容易有声音，买了靠。哎，不是随便的人，你要来先买东西，还要过5关斩6将。来靠一只客家最重要的东西，很多糍粑。哎呦，客家麻糬，你能吃出声音吗？我很想知道。来，我太家上困难，你就试试看，我努力。来啊！糍粑做得冇。哎，你转那个样片的感觉哈，看一下，哎，你意义应用版用 ASMR 展现你客家糍粑。先生，我同你变点，我帮你。可以了。中上鼓励，我拢讲，哎，我去拜啊，你 ASMR 嘅专家按群，那个感觉不一样哎，我会起鸡皮疙瘩哎，但是糍粑太大口不好啊，好 OK 吗？好让他吃完，太家有糖豆上嘅法，给咬东西，不过喺牙齿啊，咬到东西嘅，因为糍粑其实懂难。发出声音，你是第一次吃客家麻糬？没有。哦，来请喝水。哎，谁说你可以拿的？啊，算了。我付钱，来付钱。哎呀，因为这个他是懂厉害呢，懂厉害。我听到下水道的声音。下水道，这样对吗？不是，会有那个咕噜咕噜那个声。他一定他的身体构造会被老奶某 Q 用的。对啊，你刚刚你是第一次吃麻糬的 ASMR 吗？对，麻糬是第一次吃，之前有吃过年糕，但是没有吃过麻糬。哦，因为跟糍粑很难的地方，因为它温雅，咀嚼起来不像有那个脆脆的声音，没有那个脆脆的声音，所以你刚吃起来已经让我觉得这东西好好吃啊！所以你下次样片的时间做在吃客家的糍粑嘛，可以吧？做得好。你讲做得食行还要问啊，有方法吗？有技巧吗？有没有方法跟技巧？通常就是
如果想要让收音清楚一点的话，是嘴巴要微微这样，可是大家都不喜欢看到嘴巴张开的样子，所以就是还是要嘴巴闭紧咬，画面会比较美观一点。但专家有提点的嘛？专家有提点，我来这个 top 一位，我吃到佢食起来应该美味有上，加因为佢啲旁边食嘛，我吃到水起这佢当上来食。吹不乱你看，好来试一下吹不乱。好，安姿势。記得莫家啲專家，啲語專家要講哦，嗬，我唔係冇講翻哦。我从美这，牛糖多少？糖多少？一点点，比那个大一点点。哦，中南姑你有收到吹布冇？它有萝卜有啊，啊有萝卜就会吹。问题，等一下，问题没我唔评价呀，吹布有好声嘛，爱剪嘅当然好声，好不好？唔過人家開始認識啲 ASMR 之後，你有知道講糖配上食東西上，其實咩當療愈有冇？會知道冇？有哈。就像我吃到唔單止是東西，我覺得不只是吃東西，是一個禮儀。有上時啊，因為像你做sản婦嘛，像 ASMR 有各種聲音，對，你可以拿劍刀劍上面做的，就是剪衣服的聲音也是可以嘛。對。有一種貼上面做的，這家地方卡吃寬啊，我覺得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也可以製造 ASMR， 只是講基本嘅利用客家嘅美食來同大家講，用版型章做的啲 ASMR 地方度得到療愈，哈，再過來測試一擺哦，因為欣賞啊，是水，我有聽過喝水的 ASMR， 可以來一個嗎？哦，可以。來啊！中山姑，后面下水道有糖豆吗？忍者龟要来了！啊，你要有糖豆吗？有，频率懂，均匀啊！我应该均匀，我应该溜起来，因为按你上做点衰猛嘞。哦。我好像徜徉在下水道。真嘅，像寒天嘅時節，凍凍你就凍好糖嘅火柴燒的聲音，糖起來就會較少喏，意思咧。係本專家中山姑厲害。不過阿龍太太講，不管什麼嘅東西 ，TPS 東西嘅時節吼，注意安全哈。我見朋友啊，還有一項東西吼，要本太自家來吃看啦吼，乜嘅東西，佢就會嚟問大家，還有乜嘅係太自家看唔上，都係自家嘅生意嘅吼，啲咧做嘛嘅，就問一下貴人者啦。嗱，即我雖然去看乜嘅，像乜嘅歌星嘅都演唱會啊，演唱會嘅都啦，佢特別我。不論日本咯、韓國咯，按人按別人去，我總當腔哦，佢也會講，也會寫。啊，咩種學識以後啦？因為就看韓劇啊，只係看啊，佢就學就會講，會寫咧。那懂厲害，咩咩本地係啊，冇錯。真啊！佢出咪即係要見必見過啲印度，也係講過去啊，新年要突然去體驗過無共樣嘅後生人嘅流行有冇？有。哎呦，乜解？應該是1805年，人家冇去歐洲去歐洲，係歐洲，拖個塞納河，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嘅塞納河，安布條不新一點，拖個揸寶可夢。不新一點啲嘅抓寶可夢，哦。因為茶新一點嘅茶嘛，時間很油嘛，都個船，都個塞納河船嚟到。那這其實按你形式嘅東西啊，色彩發工，我覺得有一點換湯不換藥啦。真嘅。我頭擺你咪搞嘅就當幸運嘅啦，呀下你咪搞呀就當幸運嘅種，還有個盲盒啊，係啊，後生人當好搞嘅，古上吼愛什麼睇時間呢行出來，冇錯。後生強下搞，行一擺人順嘅人順嘅人拉人摸，就講哎呦要搞個嘛，你就講。有，冇搞過嘅你冇上過，你就講，呀吼留有看。嘿，哇，你懂什麼？按都阿記了，什麼意啦？兔記。哎呀，兩個做講白，愛黑落雨。愛黑落雨。記得咯，大家今日學到很多，全部都後生人，好唔好？不過乜嘅時間，分享轉到10點，強下流量線，大魚獨樂線，拜拜。什麼意？記得買東西啊！來。
买东西，来同豆，成功啊！